强啊，强啊，你甲我看一下，看我穿这领衫吼，有水无？有好看无？看一下。好看，好看，袂输迄白顶的彩缎。哎呀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人这领吼，是从嫁妆到即马呢，你看，人体价拢无变，到即马也会穿的讲，人拢无较大颗。唉，招弟啊，当你叫我偏强，无叫要是就真加在啊，但是要归伊倒位去呢？唉，你嘛唔通安尼，今仔日是什么日子吼？安尼油头甲面，你嘛安尼较笑一个，笑一个啦。哎，对啦，招弟啊，咱来台湾是偌久的时间啊？哦，足足2年咯。2年？唉，真紧啦。目一个你2年啊，想2年前啊，咱一家大细来到台湾打拼开垦，日子是过了这么啊艰苦，哪有什么欢喜通好讲呢？哎哟，莫想遐济啦！我甲你讲，人讲人生哦，想3大喜，迄金榜题名时，遐洞房花烛夜，啊佫招弟，迄是20年前的代志。强啊，咱吼嘛捌少年过啊，对无？咱嘞姻缘啊，时阵可每人一支嘴，袂讲成我是一直烦恼，你是巧也是嘴。是西买也西水呀，洞房花烛夜，迄一暝咱见着面的时候，哎呦，唔正够哦！迄阵我看到你了后吼，我的心头是拢焦开。我看你这个面目嘛，洗出的真古水啊！我看你这个体格，阁无穿也无肥，我想要甲你讲话，又阁歹势来对嘴，我嘛唔敢甲你看。你唔着讲，是安怎啊？讲啊！啊！我目睭是极肥。